来看，洛西亚有世界上大规模的引弹头氧气的窟窿。最近科学家就发现讲，这窟窿的范围愈来愈大，嘛烦恼讲会放出愈侪温室气体，伤害到地球的环境哦，嘛造成暖化的现象愈严重。伫这规大片绿地中，有一个长1公里落落去的大坑，这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巴塔盖卡大坑。是全世界上大引弹头样坑，伫最近这几年，互人发现伊的范围愈来愈大，表示地球暖化正加紧引弹头扬起的速度。Здесь немножко вот от тропинки где-то метров 20-30 было, сейчас вообще близко, оказывается. 考察人员落去这个100公尺深的大坑内面，看到内面有真侪小山区。巴塔盖卡大坑是伫1960年代形成，因为附近的树仔拢被错掉，无实物砍掉的了，造成引弹头扬起，规个地面才会落落去。根据当地人讲，一开始这只是一个小山狗仔尔，不过伫日头照了，引弹头慢慢扬起。专家担心未来温度若继续上升，再加上人为的压力，引弹头会永远消失，为地球的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。It will be gradually released in contact with the atmosphere. It will be consumed by bacteria, leading to higher methane emissions and CO2 emissions, speeding up the greenhouse effect. 专家讲，到目前也阁无法度判定巴塔盖卡大坑扩大的速度有偌紧，不过俄罗斯暖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区近2.5倍，包括着国土65%面积的长期冰冻海湾，这嘛正伫咧扬起，除了会放出冻土层内面的温室气体。俄罗斯的北部诸陆也出现路变形、光线加次损害情形。其实有真侪研究拢发现，极端气候加冰洋是因果关系，尤其是伫北半球真侪所在，拢有冰洋速度加紧的情形，是全人类爱共同解决的问题。公司新闻，牛眼编辑。